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雜不楞頻道，我係主播謝之筆。今日我哋要講下查理芒格呢位傳奇人物嘅故事。佢同大家分享咗佢人生中最黑暗嘅時刻。1974年，50歲嘅佢管理嘅基金1年之內大跌53%，搞到佢破產收場。唔係講笑，係真嘅欠債，一鋪清袋。佢話嗰時佢感覺自己50歲一事無成，直情比起點仲差。但係芒格強調，最重要嘅係你點樣爬起身，同埋你學到啲乜嘢。佢總結，佢能夠由破產走到20億美金身家，靠嘅係3個關鍵嘅選擇同3個深刻嘅教訓。認真復盤，過去到底錯咗啲乜嘢？1975年，芒格承認自己失敗咗，清算咗基金之後，佢花咗半年時間去復盤，發覺自己以前嘅投資理念根本有問題。第一個錯，太中意買平嘢。佢以前淨係揾市盈率好低嘅公司，覺得遲早會升翻，但結果呢，經濟差嘅時候，呢啲平嘢之所以平，就係因為佢哋盤生意真係好難，最後直頭破產收場。第二個錯，用咗槓桿。槓桿係雙面人，放大收益，同樣會放大損失。最慘嘅係槓桿令你冇咗時間，一跌市，銀行就催你還錢，你根本冇得等翻。第三個錯，太過在意短期表現，因為太過焦慮，成日調倉交易，結果好嘅公司因為短期下跌俾佢賣咗，而差嘅公司就因為唔想止蝕而留低。轉捩點，勤巴菲特學嘢。1975年夏天，巴菲特邀請佢加入董事會。巴菲特嘅一句說話改變咗佢一生。正因為你破產咗，所以你學到咗啲嘢，呢啲嘢係成功嘅人學唔到嘅。芒格做咗最重要嘅決定，放低驕傲，重新學習。佢學識咗用公平嘅價格買優秀嘅公司，而唔係用便宜嘅價格買平庸嘅公司。3個成功嘅真相。真相1，失敗係轉折點。如果冇當年嘅破產，佢就唔會改變。真相2，成功需要極長時間。佢話佢花咗49年先去到20億身家。真正嘅財富要靠複利同埋時間去累積。真相3，重點係唔好虧錢。記住，一筆50%嘅虧損，你需要漲100%先回本。所以要避免虧損，就要唔好買爛公司，唔好用槓桿，唔好頻繁交易。芒格最後勉勵大家承認失敗，但唔好承認自己係一個失敗者。只要你唔放棄，人生就永遠有得翻身。核心投資哲學觀點提取，呢3個觀點係芒格哲學嘅核心精華。觀點1，從價值投資到好生意投資嘅轉變核心理念。真正嘅投資係用合理嘅價格買入優秀嘅公司，而唔係買入便宜嘅平庸公司。關鍵行動，尋找有護城河、有定價權、具有長期競爭力嘅公司，例如可口可樂、喜詩、糖果。觀點2，槓桿與時間嘅哲學。核心理念，時間係投資最重要嘅資產。槓桿最大嘅危害唔係放大損失，而係剝奪你等待嘅時間。關鍵行動，避免使用槓桿。一旦用咗槓桿，你就失去咗耐心同應對市場波動嘅能力。觀點3，成功嘅第一原則係不虧錢。核心理念，賺錢嘅速度遠遠慢過虧錢嘅後果。投資嘅第一原則永遠係不要虧錢，因為要彌補巨額虧損需要極長時間。關鍵行動，保持耐心，避免頻繁交易，將失敗視為學習嘅機會，而不是否定自己嘅人生。深度擴充環節1，芒格嘅多元思維模型 （Mental Models）。芒格嘅成功唔單止嚟自投資，更嚟自佢一套跨學科嘅思維方法，佢稱之為多元思維模型。佢強調，你必須喺你嘅大腦入邊裝備嚟自唔同領域嘅重要概念，例如物理學、生物學、經濟學、心理學等等，形成一個工具箱。當你面對一個複雜問題時，就從呢個工具箱入邊抽出最適合嘅模型去解決。我哋可以重點講下以下3個佢最常用嘅模型。1、物理學嘅模型，臨界質量 （critical mass）。芒格好中意用物理學中嘅臨界質量概念
佢話喺投資或做生意上，你要將資源集中到一個點，達到足夠嘅力量，先可以產生核裂變式嘅巨大回報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嘅投資太過分散，每個點都係零零碎碎，就好難產生突破性嘅成果。二、生物學嘅模型，生態位競爭 （niche competition）。芒格經常提到，你要喺市場中揾到一個獨特嘅生態位，就好似生物界中嘅動物揾到獨有嘅棲息地一樣。呢個生態位就係我哋講嘅護城河。一旦揾到，你要死守佢，深化佢，避免同其他巨頭喺同一個戰場上正面競爭。三、心理學嘅模型傾向性偏差 （tendency to misjudge）。芒格認為人類天生有好多認知偏誤，例如確認偏誤、厭惡損失、從眾心理等等。佢話成功嘅秘訣係避免愚蠢，你要先認清自己同埋其他人嘅呢啲心理弱點，並制定規則去避免佢哋影響你嘅投資判斷。佢嘅所有投資原則，例如唔用槓桿、唔頻繁交易，都係為咗克服人類嘅心理傾向。深度擴充環節。二、芒格嘅人生致富哲學。除咗投資，芒格對點樣過好人生亦有一套簡潔而深刻嘅見解。佢哋通常被歸納為人生嘅5個教訓。四、複利效應唔單止喺金錢上，芒格話複利係人類最偉大嘅發明之一，但佢唔單止適用於金錢、知識、信任、友誼，甚至係避免犯錯嘅經驗都可以產生複利。你每日學到嘅一點點知識會隨時間累積，令你嘅決策能力產生巨大嘅增長。五、獲取智慧係一種道德責任。佢強調你必須一生都保持持續學習嘅狀態。佢同巴菲特每日都花好多時間嚟閱讀。佢認為如果你想成功，你就有道德責任去獲取比你競爭對手更優秀嘅智慧。六、避免簡單嘅事情搞砸芒格。有句名言：如果我知道我會喺邊度死，我永遠都唔會去嗰度。呢個哲學應用喺人生就係避開愚蠢比追求聰明更重要。佢將佢人生嘅成功大部分歸功於知道咩嘢唔應該做，例如避免吸毒、賭博、過度借貸同埋妒忌。七、妒忌係最致命嘅罪。芒格公開將妒忌列為人生最危險嘅情緒。佢話妒忌唔會帶俾你任何好處，只會令你痛苦。佢強調世界唔係咁公平，有啲人會比你更幸運。成功嘅人必須學識接受呢個事實，將注意力放喺自己嘅成長同埋擁有嘅嘢上面。八、降低期望值可以提高幸福感。芒格嘅幸福哲學出奇地簡單。佢話通往痛苦嘅最可靠方法之一就係過度抬高你嘅期望值。如果你能夠降低對世界嘅期望，你就會發現世界其實比你想象中好得多，咁你嘅幸福感自然就會提升。結語與觀眾互動，呼籲今日嘅分享就到此為止。希望芒格嘅智慧，特別係佢嘅多元思維模型同埋人生哲學，可以幫到大家喺投資同人生嘅低谷中揾到更深層次嘅方向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請幫我哋點個讚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訂閱。同時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，芒格嘅多元思維模型中，你覺得臨界質量定係避免愚蠢對你最有幫助呢？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